继续来看新北市捷运环状线受到地震的影响，阪神站甲中原站以及阪神站到桥河站拢来出状况。有的是牛跳来走精，有的是铁道煞位脱去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是再度到场来视察，讲会分3阶段来抢修。除了板桥到新北产业园区这段，第一站恢复通车之外，第2阶段要拼中和到大坪南站，会当伫4月初8来通车。若上界严重的阪神到中原这站，会请专家学者检测补强，确定这个安全无问题了后，才来开放。尖峰时间是10到15分钟。真实了解接上车运输进行，新北市长侯友宜连续2天拢来看新北环状线，因为地震过全线受影响，即摆分3阶段要来赶紧修理。从中和站到大坪林站，我们希望在检测安全无疑底下，能够在4月8号，在上班时间呢，能够恢复来通车。第1阶段板桥到新北产业园区，第一站已经完成单线双向通车。第2阶段希望第7名连假过4月初8，地当恢复中和到大坪南通车。不过较严重的阪神到中原站，因为牛条走清，昨暝有甲结构做好响。另外阪神站到桥河段，拢总有这个所在铁轨路煞灰，必须要确认结构安全，才当恢复通车。当时才当通车，就抑阁唔知影。双北捷运以及跟施工单位不断的做专家学者的整个补强，以及检讨如何把这钢柱、如何把钢梁、如何把错位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做好。所以这个时间点，我们现在在全力以赴。我们希望经过整个检测都是没有问题以后，我们再来开放全线通车。所以新北这出免费接送公车，利用时间20到30分钟一班，人坐时间是15分钟一班。3号就再超过1700乘客。针对期完这期，捷运局长无第一时间坐定第一线，新北的出面公投会。发生以后就到市府的应变中心作证，在那边了解各个讯息，所以在第一时间我都有掌握。不论中央地方，除了民间到3港救援的工会，嘛要让市民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的生活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